有朋友仔咧就問到啲精油點樣可以用到一滴都唔嘥喎，咁我哋假設呢一個精油已經就嚟用完啦，咁我哋可以將佢打開個蓋，而呢一個嘅膠咧其實係可以咧透過呢一個蓋咧，咁樣我哋咧啱啱好握住嗰個位置，其實輕輕力就可以將佢打開到噶啦，咁我哋可以即係完完全全打開到個蓋就即係將佢倒掉，然之後就可以將最剩埋嘅一滴嘅精油都用埋佢啦。咁好啦，我假設已經用到一滴都滴唔到出嚟咯喎，咁其實個精油樽裏邊嘅牆壁仍然係有一啲嘅精油留喺度嘅。咁呢啲嘅精油我哋可以點樣用埋佢咧？第一就係可以放喺一啲嘅櫃啦，譬如廁所嘅櫃啊、衣櫃啊。咁衣櫃當然就盡量令到佢唔好黐住啲衫啦，因為佢個樽口呢個位呢啲咧，可能都機會係黐立立嘅。咁咧就可以攞嚟擴香啦，亦都可以攞嚟驅蟲啦、辟味啦，令到嗰個櫃裏邊嘅嘢冇咁容易發毛啦。咁另一個方法咧就係咧，我哋可以利用呢一個樽栽水、栽清水，然後咧去將呢一啲裝咗清水不斷 refill 咁樣去倒落一啲擴香機裏邊。咁當你 refill 嘅時候，佢咪將剩下嘅精油咧都已經係用鬼埋，倒落去 refill 埋最後一次俾我哋去享用咯。咁好啦，咁講完點樣用剩到一滴都冇咯喎。咁然後咧，咁呢一個樽好多時候精油樽都係色彩繽紛，好鬼靚噶嘛，好似呢個 shiny 咁，其實都係好靚噶嘛。咁有啲咩用途咧？可以留起佢，然後就用嚟做聖誕裝飾，其實一樣係好靚噶，同埋佢亦都會有殘餘嘅香味，咁亦都會令到你嗰棵聖誕樹咧更加多唔同嘅味道。咁如果大家仍然對一滴精油剩翻點樣使用係有一啲嘅分享咧，歡迎你話俾我知。